我啱有個客人咧，佢收到咧最新嘅政府估價，即係 BC Assessment，估價咧比舊年咧高咗10幾萬，但佢第一嘅反應竟然係唔開心。究竟 BC Assessment 估高咗係一件好事定係一件壞事呢？ BC Assessment 政府估價，如果估高咗嘅話，好大機會佢嗰一年咧要俾嘅地稅咧就會貴咗啦。相反如果你正係準備賣緊屋嘅時候，當然希望佢估高啲啦。因為如果佢估得低嘅話咧，好多時嘅潛在買家咧會攞住呢一樣嘢嚟同你哋壓價。雖然 BC Assessment 唔可以100%去反映嗰個市場嘅價值，但係會影響所交嘅地稅啦，同埋會影響咗咧一啲潛在買家咧當時嘅出價。如果你覺得你間屋嘅估價咧同附近嘅成交或者實際狀況係有差距嘅話，無論係估高或者估低咗都好，其實係可以喺2月2號之前咧向 Property Assessment Review Panel 提出一個申訴嘅。下一條片同大家詳細咁樣解讀下一個申訴嘅流程係點樣。如果大家想知道啲溫哥華賣樓嘅實用資訊嘅話，記得 follow 我哋。